今年高雄局佇重大交通建設交出一張真水的成績單，特別是軌道建設要拼明年捷運南線完成通包工程的招標，甲升級工程的動工，預計6月後通車。其他優先落網的第一期南線延伸、紅線、清綠線等可行性研究嘛提高中央審議，讓台南無閣再是六都唯一無捷運的城市。另外，為了打造更友善、安全的交通環境，已經完成台南火車站頭前圓環的改造設計作業，用中央所支持的3億外，開始分3階段進行改造。預計明年3月實地工程才會影響交通，而且民眾密切注意配合，而且上緊116年底得當完工。這個案子市民朋友很期待，可是它的工程複雜度也是最高，因為火車站前我要保持它的交通中斷不能受太大的衝擊，所以我們會進行半施工所以這個第一階段跟第二階段都不影響還不會影響大幅的交通動線等到明年3月之後這個火車站前的動線會做一些調整因應施工，所以那時候我們會有新的交維計劃再出來，會再跟市民朋友來報告說明。台南市交通局以公共運輸新紀元交通建設向前行為核心，就要回顧這一冬來施政成果，展望未來打造友善永續的交通環境，加速捷運的推動，甲新公車路線的上線等等，都是團隊要打拼的焦點。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